咱这回来看这574首，574首。哎，这个子安那个歌本诗歌本，对，来，我们一起看574首哈，深处我心。哎，深处我心，这赞美之泉的歌啦哈。哎，570。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出我心。那个对头哈，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出我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相信在你里面我们有平安与喜乐，因为你为我们所承担的劳苦跟重担，好叫我们在忧虑当中得以刚强。因为我们的生命要得以救赎，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与恩典，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你所喜悦的样式。愿主你不仅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也再次赏赐平安与喜乐跟智慧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要透过你的话语来经历神你所赏赐的智慧。谢谢主，让我们一起在福音的工作上，无论是在新家人的关怀，还有在我们福音的合场上，我们都能够预备好我们的生命为主你所用。我们也要特别为妙玲姐妹在她手术之后的恢复，需要恳求神亲自来医治保守，带领她的心，让她得以刚强，继续为主你而活。也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无论在病痛在软弱当中，我们都能够得着从你而得着健康与喜乐的心。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大家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新家人的第24页，我们要继续来看新家人关怀同工，我们的心要怎么预备好我们的态度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保持着有一颗第4点，就是要有一颗期待的心我觉得咱被这个关怀的工作都要有一颗期待的心因为特别在关怀一个人若你没有那种期待那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你就会想说服侍神好像信主好容易好简单但实际上神是
拣选我们要做关怀的工作。好，所以我记得我的父母亲时常会跟我讲说，提醒说我愿你一定要做探访的工作，要常常去探访，要常常为了弟兄姐妹的软弱跟需要所以我们要时常在我们小组里面，不管在我们平时周间里面我们都要回想，到底我们身边有哪些弟兄姐妹是需要我们去关怀的所以第4点很重要，期待的心。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是期待我们的生命是因信称义的生命，对不对？但是因信称义的生命到底要怎么样活出真正因信称义而带来生命的祝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来看罗马书第5章。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5章，我们要看第1节到第11节。第1节到第11节。第5章第1节我们一般基督徒可能会把因信称义认定在只有反正我就信了主反正我就被耶稣被上帝称为你是一个好的。好个紧张的，但实际上别人都讲最真正是好个紧张的我们一起来看第1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要怎么样做？就要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才可以跟上帝怎么样相合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因为信我愿意相信这个福音，而我们没有透过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透过耶稣基督？想象一下。今天你跟他信了，你信这个信用，哪没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要借着耶稣基督？毛长老，为什么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什么意思？为什么是？对，重点就是这个赎罪，对。好，所以不是只有信，没有借着耶稣基督好，那是有限的所以既然是借着耶稣基督得与跟神相合所以第2节他说，我们又借着他他教导我们开始怎么做了，因为信得以进入现在所占的这个恩典中，并且怎么样？咱人因为我相信嘛，我信了以后会怎么样？会在这个恩典当中，你会有怎么样？会有期待感对不对？所以后面他说什么？并且欢欢喜喜的怎么样？盼望上帝的荣耀。这个很重要。什么是上帝的荣耀？咱信主敢有一种迄个期待。上帝应更是什么意思？就是互你看有你要做的代志，甚至互你感觉讲信伊是安怎无同款的。这个欢欢喜喜代表的是啥？你知道？这个盼望，欢欢喜喜的盼望。我先讲这个盼望。这个盼望，在原文的意思是代表说，把那个什么有把握的期待啦，期待一件未完成实现的事情还没有完全实现的事情我抱着一颗期待的心我要讲一摆盼望的意思，忙的意思是讲，要未实现的代志。我有迄个期待啦，了解无？这叫做忙所以呢，伊才讲这种忙要安怎做？就要欢欢喜喜啦。什么叫做欢欢喜喜？我跟你讲，原文的意思就特别欢欢喜喜不是像咱咧看这个欢欢喜喜这么简单。原文的意思叫做从内心里面然后涌出迄个啥，沁出迄个啥，连你的嘴拢会感觉做喜乐、做欢喜的。佮看做艰苦，你嘛有迄种欢喜、迄种忙所以这个欢欢喜喜，实际上以作为意思的是讲，咱信主的人你敢会因为你信主，安尼做有点骄傲我讲骄傲是不是那种坏的骄傲就是讲你信主的人，敢有迄种，你因为你是信主的人，会感觉做骄傲无啦？最近你若看新闻媒体
这政党哦，拢咧拍什么呢？拍什么？拍你是不是真做台湾人？有感觉做阳光无啦？会做特别的哦。这个礼拜你大家注意看这些新闻媒体，因咧讲的东西是啥？你有没有感觉台湾是怎么样？是独立的国家，有没有？都在谈这个了。他在唤起台湾人的那种沉睡的灵啊。那我就在想，基督徒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东西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里面，他说什么？第2节哦，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而得以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哦。有足侪基督徒，伊无认为伊徛伫恩典中间哦，伊无认为伊的生命是足丰富的，啊，甚至领受主遐足侪恩典，伊拢一直认为伊的生活足苦，还了解无？所以伊的生命，伊袂感觉伊的生命会当为主，伊袂去期待上帝会当伫伊的生命中有什么款的标路啦，他不会去体会这个啦。所以吼，这无容易了解，但是你若认真。教牧师咧，甲咱讲的这种的感受去体会原文的意思，伊咧讲的迄个意境吼，你得让了解。所以咱头拄讲一个新家人关怀同工的心呐、啊，他必须要有期待的心呐、啊。第一个期待的这些讲啥？咱期待迄个蒙恩的期待啦。你有没有期待有蒙恩的期待？会不？第一个期待就是你伫罪人的时阵嘛，对不？你伫犯错的时阵嘛，无人会甲你原谅的时阵啊。所以咱要去救一个人，传福音要救一个人吼，你得爱安怎？咱基督徒就是你要有期待啦。有足侪基督徒吼，唔敢去传福音是安怎？伊无期待啦。他不会从这个罪人身上，他对他没有期待啦。你看待一个无道友吼，迷信的人，新家人吼。你一定要有这个期待呢。你没有期待哦，你没有办法带给他爱啊，你也没有办法带给他什么叫福音信仰啊。所以底下在讲的这个期待的心很重要。你一定要有像蒙恩一开始初信还初信的时阵吼，迄个蒙恩的时阵，迄种的啥所得到的愿望啊。所以咱在听迄个啥社会长了，伊讲伊倒转来主的面头前，伊是回想起伊当初信主的迄个时阵安怎？伊较认罪悔改，讲主啊，我一定爱转来，有无？迄就是当初初信蒙恩的，伊回想起，所以伊了解迄种的温情啊，对上帝的温情，伊袂当亏欠，所以伊有一个期待，会想要安怎？想要倒转来。所以咱来了解哦，这种的心情哦，咱对咱基督徒来讲，咱毋是咧单纯咧讲耶稣啦，咱来讲讲为什么信主的人要如何在神的恩典当中。去期待愿望，迄个哪想还未看见的愿望，上帝要祝福的愿望，这是第一个伊咧讲的愿望。是。信耶稣能得到永生的盼望。对。一句叫信耶稣能得到永生的生命。对。我讲这个盼望永生的生命也无共的，伊盼望是讲有迄个愿望尔。是。你袂讲100%哦。当然，对，无共，这两种是无共的。但是哦。即摆人哦，足奇怪，咱讲能得到永生的盼望，啊，咱伊才不要讲，哦，信耶稣的人哦，也能得到永生的生命，啊，这就是讲已经肯定我的生命会当得到永生啊。所以我认为，一个有得到永生的盼望的人，他会重视他的生命有没有得着永生哦，他会时时警醒哦。他会时常去警醒家己讲，我安尼做吼，敢有符合上帝的心意？所以迄是不断的，袂讲因为讲我得到愿望啊，我得到这个永远我安怎，我就这样就好了。所以咱的生命一定要不断的去突破，吼。咱个倒转来讲吼，咱个看圣经的话，安怎咧甲咱讲吼？第3节他说，不但如此哦，我们不只是要盼望上帝的荣耀哦、荣光哦，不但如此哦。就是在患难当中啊，你看，咱来看头前哦，你会感觉讲，哇，你讲甲信基督教，敢若拢无苦难安尼啦吼。但是才开始讲啊，不但如此哦，就是在患难当中也要怎么样，欢欢喜喜的，好，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我跟你讲。有真侪基督徒，伊的生命是敢若到愿望尔，
但是伊的愿望会有见效无？有可能。什么见效？愿望有可能会见效，会哦，亏欠住。不，人有没有可能过度的盼望？有没有可能？有啊。他过度的盼望，可是他的灾难、他的苦难一直有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有羞愧、羞耻。为什么？亏欠嘛，那是亏欠住啊。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哦，咱在思考哦，你茫假设讲你是一个做愿望的人，对上帝做愿望的哦，你爱想讲，咱到底有感觉亏欠住无？那有所亏欠，这叫做羞耻。我觉得，如果你对神是有盼望的，我跟你讲，你做任何事情，你对上帝都会有得交代啊。简单讲啊，叫做有交代啦。你有了解无？所以最近牧师若是关怀咱兄弟，特别伊若是搁较侪苦难的兄弟姊妹，我拢会甲伊讲，邀请你的囝，邀请你的厝里的人，你爱带因为你祈祷，你爱教导因祈祷，因为一个家庭一个人的病痛唔是干那一个人的承担啦。一个家庭的内底，我拢认为都有不好的灵在当中啦。了解我意思无？上帝若要救人，有可能袂救。上帝若安排足一项代志咧，互伊过去，应该拢是真平安的啊。但是为什么一个人伊伫迄种的苦难的中间，一直咧落落？为什么？我举一个咧，过去我咧思考我的妈妈牧师妈，你莫看牧师妈哦，伊安尼阮全家拢是咧经历什么叫做魔鬼的官兵咧，伫阮的家庭中间咧作怪哦，真正有影哦。当我的妈妈伊咧艰苦的时阵，我妈妈伊开始讲负面的话。当讲负面的话时，阮全家逐个人拢对咧安怎？对咧负面起来。负面的中间，阮拢袂记得爱祈祷。了后呢，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拢去思考过去，我的妈妈伊的身体是愈来愈歹，甚至呢，迄种的痛，阮拢一直无法度理解。真正，虽然阮拢相信上帝拢有伊的意思，但是阮拢感觉逐工过咧拢是惊吓的心，阮拢感觉无平安。但是一直到阮最后，我心内想讲袂使，主啊，阮安尼咧甲妈妈沟通鼓励伊，但是阮本身阮亲这种健康的人哦，阮拢无亲像同理伊的迄种的感受痛，所以阮后来阮安怎，我就开始认罪悔，讲主啊，你免阮毋是亲像伊真种痛痛的人共款，足艰苦。所以我了后，我敢若想一项代志，阮并无好好祈祷。所以，阮后来是全家开始祈祷哦。逐个人拢祈祷，我小妹、我兄哥，阮若拄着我妈妈，阮就开始操练讲妈妈，阮拢有咧为你祈祷。开始改变哦，阮的妈妈开始无共款，甚至开始也要坐轮椅嘛，袂感觉怨叹。所以你看伊坐轮椅嘛，足欢喜的，个人做工。所以，咱爱去想讲，当咱的兄弟姊妹伊伫苦难的中间的时阵，咱爱去思考伊的家庭。咱要安怎成煞甲伊传福音，教导伊来做正确的判断。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安怎鼓励伊？咱爱有期待的心。我感觉期待的心毋是要做救助，咱是要带伊会当行一正确的路。所以咱个倒转来看遮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出愿望，愿望无抵到见效啦。安了解无？所以后壁讲因为所赏赐予咱的圣神，将上帝的疼灌压伫咱的心内。所以兄弟姊妹，每一个同工咱来了解。第6节，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或者有疼有忍耐的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就是跟耶稣基督跟这对敌的时候，有无？且借着上帝的儿子的死，得与跟上帝和好。所以咱来了解咱过去拢是跟上帝敌对关系啦，咱无相信上帝啦。
咱嘛无认为上帝为咱摆比生命的路啦，但是咱是透过耶稣基督定心跟上帝和好。好，既然已经和好了，第10节后半段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好，所以呢，咱来因为主的活，咱来安怎？咱来知影哦，咱的生命是得救的。唔拿呢，在一在，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跟神和好，注意哦，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所以哈、咱来了解，咱跟主耶稣基督有和好的关系，咱跟上帝嘛，得有欢喜的关系哈。所以呢，我拢真期待讲，咱伫五忙的中间，咱伫期待的中间吼，咱来求上帝帮助咱。咱来看一段圣经节吼。另外一段圣经节是罗马书第8章第8章29节到30节。到底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哈，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做？注意哦，因信称义是我们自己的角度在看的，对不对？好，那29节他就要教导我们怎么做。好，29节，8章29节哈，我来读哈。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对不对？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注意哦，你的顶贺哦，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好，使他儿子耶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在咱的中间做成的大汉囝呢哈。第30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对吧？就是咱嘛哈，所称为义的人，又要叫他们怎么样得荣耀。所以我们要得荣耀，要怎么得荣耀？咱头前咧看第5章第1节到第11节内面，不是有讲到，咱要得到上帝荣光是伫五忙的中间，对吧？但是这个五忙是要安怎做？怎么做？第8章里面就讲到了，爱安怎效法他的儿子，学习耶稣基督啦，还了解不？所以呢，咱因信称义吼，唔是简单讲我信啊，就当食最好的。你得学习亲像耶稣基督呢，你要学习像耶稣基督啦。好，所以这个动作很重要哦。所以呢，我们从刚刚第5章里面谈到2个盼望。第一种盼望叫做初信蒙恩的盼望，第二种盼望是什么？在苦难当中所得到的盼望，对不对？好，所以呢，第3种我们可以理解，有一种盼望叫做从学习耶稣基督所得到的盼望。对吧？所以吼，咱来了解吼，咱要安怎学习亲像耶稣基督，爱读经啦，爱祈祷啦，吼，爱开始学习，吼，看耶稣基督安怎咧做，教会要安怎突破，咱嘛得学习，得爱去做这些事。好，那我们一起再来看一段圣经节哈，以弗所书第4章。第4章11节到第13节，第11节到13节，第4章第11节。好，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什么？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头前在讲，伊所想做的有使徒，教会内底有使徒无？有无？有这无？了解无？有使徒一定有，但是咱即马爱较无求上帝，互咱有气力去栽培、唤起，亲像即马这政治人物咱咧唤起台湾人爱有使命感，疼惜这片土地使命感。教会嘛爱呢，教会毋是讲牧师就好啊，牧师你去甲阮教牧师你来甲阮呼调，毋是安尼，是圣神咧引带咱。
教会内面一定要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教师。牧师咱即摆讲使徒有啊，你有使命咧服侍主的，就是使徒啊。使命的门徒，注意哦，伊是军队门徒，安怎对牧者嘛？咱无咧看牧师伫遐咧定定咧冤家嘛？这就是使徒啊！若是看牧师定定咧为着事工啊，对着代志咧冤家，这毋是使徒，迄无使命啊！吼，迄甲牧者的心理吼，咧想的拢是无共款。咱信的使徒是安那？毋是像咱即摆讲的就是使徒安尼，因为使徒是安那？是军队耶稣吼。对。就是讲。军队耶稣去传福音，对无？行神迹奇事。无那使徒应该是都。嘿啊。对啊，对啊。即摆恁咧对的就是对牧师啊，敢毋是？咱即摆咱这信徒，毋是使徒啦。对。你使徒是。使徒叫做有使命的门徒啦。使徒叫做有使命的门徒啦。咱即摆人袂当讲有使命的门徒。所以哦，你若安尼讲的话，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伫咱的环境、咱的教会环境内底，咱无即种文化啦。安尼这是危险的哦。教会啦，你看伊遮内面无写门徒呢。伊这使徒就是安尼讲，伊真正负了足大的使命哦。对。去传福音。对啊。像迄牧师搁较关键的去世界传福音，叫做使徒。我简单讲哦，你看有的教会，因其实教会内底因嘛信徒，因本身嘛毋是做牧师的啊，吼。但是因就是有一个使命感，讲我就是爱为着上帝国的福音出去传福音，所以伊会去伊的工作的环境、职场，去做宣教、带人来教会。所以我讲咱教会，咱一定爱培养一个文化，伊内底并无讲爱门徒啦。伊内底讲有使徒、有使命的门徒，佫有先知。先知是啥？伊会当知影讲，你安尼无对军队主哦，吼，安尼是上帝无欢喜的哦。这有当时是先知的角色哦，因为伊知影你安尼做法是无对、毋对的，无符合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有当时即种的角色，咱就爱去听看卖，但是。咱着爱鼓励咱的信徒，有即种先知文士的人，咱着爱教导伊有一个好的智慧，要安怎去讲。其实我拢认为讲，有的人伊真正有迄个先知的文士，这是真正。但是一个先知的文士的人，伊本身甲上帝关系第一，一定是较好，对无？无名叫先知。先知吼，通常伊会知影上帝的心意，安尼做毋好嘛。所以逐工伊拢咧读经祈祷，咧看，电脑看着。教会内底吼，迄敢若无戒掉哦，伊有迄个反应，所以伊会逼切祈祷。所以我过去捌拄过教会信徒有先知文士的特别伊会为着一项教会一项代志咧流目屎。你敢会为着一个做毋对的代志咧流目屎？你袂。但是即种有先知文士的人，伊会特别有，是安怎？因为伊伫祈祷中感觉讲主啊，这是无合你心意的。所以有当时牧师有当时我嘛会看讲有影咧，咱即个若无好的代志咱继续伫遐咧渲染，伫遐咧培养即种无好的文化，有当时真正会流目屎呢。迄种流目屎的心理，我感觉上帝嘛会流目屎呢，敢毋是？所以我感觉讲咱着爱注意讲圣经内底伊咧讲的是啥物后壁，遮无论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有牧师甲教师后壁，要成全圣道啦，神圣的门道啦，各尽大家拢尽因的本质啊！注意哦，各尽其职哦。意思就是讲，有的人伊一开始伊是袂尽职的啦，袂尽职无要紧，咱莫甲伊否定，但是咱爱甲伊教导，互伊尽职啊。所以爱注意哦，无对你头拄有咧讲起，讲教会有咧即摆有咧讲使徒，我爱讲，你若讲即句话咱着爱伫上帝面头前讲主啊。我要活的年纪你爱去带人爱去呼召人，讲来，咱做伙来服侍，咱做伙来有使命来服侍上帝，这是一个真要紧的教师啦，教师啦，
对。咱去的世界传福音嘛，嘿嘿，世界所真大的使命哦。对。这有告诉给人讲。无，毋是安尼。无对了，你要对你有信心。你看圣经看几摆？从未5摆伊啊。哦对啊，啊那圣经5摆啊，我相信伊的历史，甲包含伊咧逐位讲的重点，你应该做清楚。啊，你若做清楚，我感觉你要鼓励你家己，你会当用你所对圣经的认捌，啊去带迄个啥物人啊，带迄个要袂信主的人，包括小组员，哦，啊甚至你嘛会当招遮的迄个啥兄弟，吼，修济兄，吼，明峰兄，吼，啊个啥物人，个保元兄，对无？这拢是会当互因安怎唤起啦，互因开始有使命感嘛。我若讲吼，你若读5遍圣经，你会当做教师咧。会真诶啊，我会讲真诶啊。嘿。5遍哦，咱一世人读5遍哦，本来咱做变少，你用咱。无啦，重要毋是几遍啦。是。我听得到就我刚做紧啦。但是我感觉讲圣经毋是讲看过足侪摆啦，重要是讲你看圣经，你有读入去伫你的内底无啦？啊，我感觉迄确实真正的啦。吼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重要的是讲咱爱认帮助安怎，咱爱注意哦。13节，咱去看一下，一直等待到咱众人哦，伫上帝真理的道理顶面安怎同归于一啊。意思来讲，咱即摆逐个人吼，拢是各司其职啊，家己要做家己的代志啊，照家己的真理咧行啦。所以咱要安怎会当逐个有一个共识，讲咱伫大桥教会吼，安尼信主久久吼，啊无咱做伙吼，咱来做关怀、探访吼，咱做伙来做甲牧师做伙来做门徒的训练的工作，这就是要互信徒逐个人拢做伙安怎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是这段圣经在咧甲咱讲起一个足重要，就是讲咱要安怎样因信称义，所要得来的福气，咱就是爱安尼啦。所以因信称义毋是足简单的，咱看着这个因信称义，因为我信我就真做好安尼。其实圣经内面因讲足侪方面的赞处，咧甲咱表达因信称义的意思。好，啊，咱继续看另外一段。15章，罗马书15章第7节到13节。嘿，咱看好，第5节，我们从第5节看，好，你看哦，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给上帝。注意哦，咱拢常常讲主啊，荣光归乎主上帝。但是吼，咱人跟人的中间哦，彼此不接纳，我们彼此都不会怎么样同心呐。所以哈，我要告诉各位，当我们嘴巴说我们要荣耀神的时候，你要心想，你有没有跟人的关系是彼此接纳的关系？好，所以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哦。好，第8节我说，基督是为上帝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注意哦，是在外邦中哦。意思就是讲吼，咱有法当伫外邦人的面头前安怎？你还阁有法当荣光上帝啦？有足侪信徒，伊敢若是徛伫家己伫主内底咧荣光上帝啦。伫遮圣经在伊咧讲的是伫
外邦人的内底哦，来彼此和睦，而且你可会当应跟上帝、学了上帝哦。所以牧师其实我甲恁坦白讲哦，牧师一直伫几啊礼拜拢会甲之前咧甲咱讲起，咱千万唔通对峙迄个行为无好的人，无论是囡仔，无论是学生，无论是什么款的人，咱千万唔通有迄个啥物，有迄个无疼的心。咱拢爱求主帮助咱，会记得咯。圣经内底伊跟他讲呢，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意思就是讲基督徒咱若干那要关伫厝内咧欢欢喜喜迄拢足简单啦。圣经伊咧讲你们外邦人着爱甲主的百姓做伙欢喜啊。佮讲外邦啊，恁着学了主，万民啊，恁拢着学了伊啊。又有以赛亚说什么？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卖亚这卖看轻咱咱拢是安怎？咱拢是上帝百姓就算咱有可能伫外邦人的中间安怎？这足好影响咱的人所以你也记得了这个之前有人时常有些时候会跟牧者说，牧师，你不要被骗了啦，你这个人有些时候他是利用你的啦。我讲我袂安尼想呢，我从来袂安尼想，就算伊要搞我骗，我嘛袂安尼想。为什么我安尼？因为我开始咧学我的妈妈，我自细汉的时候，我就常常看妈妈常常去用骗钱的啦，骗什么的啦？我讲妈妈你有够戆的呢，我遮细汉我拢看有人咧甲你骗啊呢。我的妈妈甲我讲一句，哄骗较有福气啊！妈妈若真正叫骗你，嘛好骗你。我嘛是为主互伊骗你。我讲妈妈你的心啊，遮宽，你有这种心肠啊。所以后来我发觉等到我妈妈这种的心理这种的生命等到我感觉讲，值得咱爱学习啦。当然，咱不是讲牧师，不是鼓励讲咱爱去用骗啦。我的意思是讲，咱爱学习对伫迄种看起来敢若无实在的人的面头前，咱是勇壮的啦，咱是有气力的人啊，唔是迄个那像迄个啥，那像迄惊到要倒的贼仔共款啦。所以咱得记得13节讲，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啊，怎么样？因为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啊，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基督徒咧讲的盼望真正不是咱一般的人所咧看遐尔简单。当然有真侪人会讲我恁信这主信这信用真困难咧。真重大呢。通常老人安尼讲的时候，你甲伊讲唔免惊，我拢陪你行，我嘛是咧学习，这无容易无唔对，但是咱要倚靠上帝，上帝一直袂甲咱弃绝，上帝不会离弃我们即便我们生命有许多的苦难、病痛、软弱，但是我们要靠主刚强，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信心的内底常常充满着喜乐甲平安。互咱会当常常将这种的望甲伊分做两个层次，会记得。第一个层次叫做初信所得的望，第二种叫做伫苦难中所得的望，第三种咱今日有讲到，透过耶稣基督救赎的生命，咱所得的望。所以咱会当学习通过耶稣基督，成做咱真好的一个模范的表率。咱会当甲伊学习。通过圣经的话语，互咱的生命会当学习、成长。互咱常常对着咱所要做的工作更较有一个期待啦。牧师期待咱毋是无期待的啦。即马你看教会有真侪，咱讲起来讲坦白，咱教会真正人无济啦。若讲要做工敢若看起来足侪工课通好做，但是咱真正人做欠缺，所以咱若人欠缺的时阵，咱想看卖，咱会当做啥物？咱来思考看卖，咱会当做啥？我感觉牧师一直咧回想咱过去咱小组的训练的中间，牧师捌甲咱讲过，咱伫小组的内底来去关心咱的小组员，互咱的小组员来关心因厝里的人啦。
鼓励咱的兄弟姊妹去关心因厝里的人的信用啊。注意哦，不是关心因哦，我囝我当然会关心嘛。但是吼，咱来鼓励咱家己，咱嘛去甲因教导。吼，你的查某囝，你后生叫什么名？啊，甲伊提名出来。你看金蛋节有亲人无？有哦。吼，会使无？你伫小组的时候，毋是干那伫遐讨论问题哦。咱安怎？咱会当去甲伊问，讲金蛋啊，你甲伊当分享一下你厝里有啥物人？吼。你会当甲阮介绍你的亲人无？介绍了后，你也讲，咱甲听听看卖，讲有机会咱邀请恁迄个什么人无？嘿，甲邀请来教会，咱就开始教导真蛋，教导咱的兄弟姊妹，要安怎用行动来去带因的亲人来认捌这个福音，这就是教导。吼所以这个过程，我感觉是咱要行出去外口面传福音以前，咱爱先突破的代志。只要咱学习对咱家己的亲人朋友，咱会当先看出咱的兄弟姊妹，他本身自己的障碍在哪里，他的困难在哪里。一有障碍有困难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他带到神的话语里面。所以像现在牧师也是会陪伴子安。青少年我也知道青少年不容易带，我们就一起，我用子安来，我们就一起。照着这个牧师用这个填的表格，你就照着这个方式去填写，然后我们就一起观察这个礼拜跟下一个礼拜他们生命的变化。所以我有这个期待。我觉得虽然感觉好像我们教会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就算要做也没有人，可是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变出不一样的东西，就是靠神给我们智慧。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看看。是。是，因为讲要透过伊的这个引传，这亲人，因亲人，因亲人来讲，你家己就生活到哩哩啦啦，你是安那？教孩子。那无的话，会当安怎做呢？分更新，会使无？会使。教孩子。我嘛唔知影。会大概，伊敢若无啦，应该是无啦。我唔知，应该是无啦。印象中啊。因为就无囡仔唔较会家己的，无啦做爸母的通常拢会过互囡仔，对无？无就倒来厝里看，无要紧，咱个人来关心看卖。我的意思是讲，假使人像这个姊妹，咱会当邀请伊虽然伊无伊家己的亲人可能无法当直接的直接，咱会当通过伊所做的工课先做开始嘛。譬如讲，伊拢讲扣这个回收。那我们就是发一个任务给他嘛。你就因为他住的公寓也是有其他，因为他公寓的那个回收是他在做嘛。那你这样改讲，来，这个更新，请你拿去你们的大楼，大楼管理室放着，给需要的人看。这嘛是传福音哦。通常一般当下来教会人有这种做单纯的心，你交付一个工作给他，他会很乐意，他不会想什么。反而是我们信主的人、久的人拢会感觉歹势，做者上较咩角角，反倒当是迄拢是多余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子去教导信徒。你刚刚那个更新哦，是。咁相信为了选择性，但这两个见证哦，是不是通常我拢安那讲，唔是你个要单提讲这个故事及这个人，第一你可能我捌想过。你唔爱先看过，对无？但是无可能啊！你的更新有无共期的嘛？你无可能先甲看过，个吸收者个备课，无可能。对，但是你安怎做？我较早我是安尼做，我拢是用祈祷。你要本以前你爱祈祷，不管你用啥物单张，你拢爱祈祷哦。你祈祷了后，你客气的时阵，你就爱先了解这更新内底伊是创啥，内面有故事，生命的故事。你要客气的时阵讲，某咪人。你好，唔知你即摆敢有方便无？伊会甲你讲，什么代志？你讲无啦，我是即个教会的朋友，我这有一寡真好的故事要跟你分享。咱第一，礼貌，包括你要讲什么话，你拢爱先准备好。然后你来安尼甲伊讲，先自我介绍表达，你爱先有礼貌，先甲讲。歹势会甲你责做无？
你爱先想过哦，你爱先嘴拢爱先讲过哦，拢爱先练习。然后了后，你就摕这故事互伊。你若讲伊若无要歹势，甲你作做。这真好的故事，你若看一个人做无用无啥要插你，我还有一个方法，我拢是安怎？我拢直接去，歹势，甲你作做者哈。这足好的故事，祝福你，平安健康，事业顺利，就走啊。你也要看人，所以上帝互咱圣经嘛咧讲咱灵巧像蛇啦。灵巧像蛇，讲咱无论传福音，无论面对迄个歹人恶势力咱拢爱有足够的智慧跟反应啊。所以我感觉迄唔免烦恼，所以你客气，有当时搞不好伊拄到迄个离婚的，拄看到迄篇拄是有关离婚的，这拢有可能的，所以我感觉讲这故事，其实我拢相信讲，咱上爱用祈祷的心，对。对。通常人会甲你直接等咧粪扫桶第一，咱客的人无够礼貌；第二，咱无表达清楚，干那这两项尔，无其他的啦。因为你的好意无人讲伊连看拢无要来看，了解我意思无？你就咱去百货公司，那是一个业务员，除非你已经准备好，我就无爱，就是无爱。但是人个好意，你无论安怎，你买客来个即个看一下，对无？看了你搁淡掉嘛，对无？所以我感觉一定人拢是安尼，加减拢会看。我还没有看，没有听完。你今天传那个是需要看。对，那就是有点，就是你在讲的传。对，那个部分是这个后甲教会。因这个更生团契，这个周信典牧师伊是迄当初伊安怎做呢？因就是针对更生人来对我不想更生呢。对。讲另外一个，不是你传的。对啊，我传的就是那个。是啊，那个有另外一个节目。另外一个节目是什么节目？你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对传福音的那种，好像是分享观点。哪一个分享？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谁？周迅正。有我有传那个。有吗？是。长子群主吗？对，基督徒的说话艺术是不是？对，这个影片我期待大家去看，因为这个影片它里面有非基督徒，有非基督徒，但是他的朋友都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他也没有信主，但是他们讨论的议题就是那个在路上包含什么信耶稣得永生但是它里面冇劳三，我觉得值得大家去观看啦你看了，你人去体会讲原来一般世间人因咧看，安怎看咱的信用，咱基督徒要安怎用一个正确的方法甲态度，所以这是牧师都无意中都看着，感觉讲这真好，会当互咱做参考啦好 ，OK， 咱做伙来为着几项事祈祷，咱为着妙玲姐伊即马搁伫家病房，即马拢是着爱张了，我嘛有卡去啦着爱张了，伊嘛是真烦恼啦，但是伊手术拢真顺遂，嘛求上帝帮助，其实伊大嘛有客起来啦，所以期待咱伫祈祷中求上帝来使用伊，咱即马要祈祷是讲主啊，恳求你来使用即个人，使用妙玲姐妹。你已经互伊会当接受这个手术完成，咱嘛期待，因为上帝讲需要搁较侪工人，咱相信讲主啊，你要呼调伊圣神来充满帮助伊，互伊紧来恢复。咱嘛为着满足者来祈祷，满足者其实伊即马伊这是骨刺啦，所以这骨刺伊即马拢是尽量是倒咧啦，若是爬起来迄过程拢是足痛疼，足艰苦。拢伫厝所以真辛苦，所以牧师嘛是甲鼓励啦，鼓励讲你若会使招你的查某囝，做伙为你祈祷，做伙为你祈祷。牧师嘛是期待讲伊的囝儿会当伫信用的，咱爱知影咱信的是啥物？咱信的主是啥物？是行义治的主啦，对无？是会医治人的主嘛。但是咱人若无求无求讨一个人的信心，我感觉嘛有可能会真软弱
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互每一个咱的信徒家庭，拢会当伫上帝的内底、福音的内底，用祈祷来甲上帝求讨，求上帝亲自甲伊医治顾守咱嘛为着即个志明兄，互伊手的恢复，嘛会当紧紧恢复啦牧师嘛有去来问讲，看是不是要去探访啦。但是他也是请他跟他太太稍微聊一下，看可不可以啦那期待有机会我们也能够去他家里他照给我看。有照给你看好 ，OK， 那我们一起我们也为我们的青少年来祷告了那牧师也有跟子安提醒说，我们明年期待我们的青少年，我们每一季一次的献诗，我们要开始让这些学生他们能够开始参与我们的教会聚会，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那所以我们要开始做转变我们为了这几件事情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祈求感谢，愿主你的灵充满在你的教会，也特别兼顾在你的教会的侍奉工作里面，无论在服事、传递福音，还有在我们与主你的立约的关系里面，我们都为要建造一个属神的欢喜的教会，是传福音的教会，是祷告的殿，也是充满神你的恩典、医治作为的圣殿。求主你也祝福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妙玲姐，也感谢主你带领她能够平安经过手术切除胆子还有胰脏的部分的坏细胞，愿主你也都能够亲自医治，继续恢复的膏油膏抹在她身上的病痛，也能够继续能够恢复到神你的殿中来敬拜赞美神。也愿主你能够亲自赏赐能力与智慧，保守满足姐的身心灵，保守她的心，保守她的身体，特别在她的骨刺所带给她的伤痛，我们相信是她在神的面前要更多的信心的依靠神。愿主你能够保守她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也兼顾宜化宜静，在她家里面每一个她的孩子都能够一起在祷告里面经历神你奇妙的作为，因为你是医治掌管生命的主。我们恳求神再次赐给我们信心的盼望，更多的祷告来经历神你的作为，也恳求神赐福在你的教会的年轻朋友，让子安有智慧，有从你而来更多祷告的心智，透过不断的祷告为孩子青少年不断的牧养陪伴，也能够用更多神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相信神你要带给你的教会，透过这群孩子带给教会更大的祝福，也求主你亲自来拣选保守这些年轻朋友，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时常在神你的话语里面经历神你是真实可贵的神。愿主你亲自将你的能力赏赐在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身上，透过更多的祷告，更多委身的奉献与服事，也能够更多在你面前的摆上。我们相信你的教会要成为强壮传福音复兴的教会，也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能够一起在神你的国度的建造上面能够有份成为神你荣耀神的子民。谢谢主，我们再次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仰望，愿神透过你的话语带给我们更多从你而来的盼望，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也能够学习在我们初信蒙恩的启示当中更多的领受，在盼望里面能够继续为主你而活。不管在我们新家人的关怀，还有弟兄姐妹的陪伴工作上，我们都能够更多的委身在神你的面前。恳求你透过你的话语不断的来教导我们的生命，成为更成熟有基督身量的基督徒。谢谢主，将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仰望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边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